江山忙佛百姓，명해산강 타이 태우야 측양 딩고 오분 모양 나의生梦做英雄强雄树脚脚头蓝蓝烟头下关心随插脚他地比天头就很头摆个，细细时节伫南浦乡下太个杂个。系啊，家父看用诶，伊相亲才高呢。其实迄个时节也爱离婚，有一段时间带到牙不卡。你上头演到么？有相片吗？你做乜嘅啊？要卜法典啊？叫我看一下啦，拜托了，拜托啦。阿妹哎，很严重哦。有诶，你有冇感觉啊？这种帅哥男神，你喜欢起没冇？你还哪有问题啊？唔真有问题咧，乜唔会爱到自家嘅阿哥啊？姑嫂，你真经常喺老弟看作阿哥？拜托了，小给本爱说事好吗？谢雅玲，丽香哥不是你的菜。这冇见过，用的不是我的菜。冇听错，我是他的菜。唔啱法典，見就愛就，我喺報復呢上個，真唔可以俾人黑死。做朋友咩好啊？唔對啊，我女神青苔一夢，就係說是胡濤、醫生、律師也三種條路嘅男美女。你喺講乜嘅？你嘅天使看太多誒。老天是冇關係啦。既然一下還冇辦法說是胡濤老醫生，先說是律師咩好啊？冇聽錯，漢拜做些獨到麻煩嘅事情，這得搶佢天數啊！拜託啦，小給本愛說事啦。好嗎？好啦，一個禮拜幾為了牙不卡斯班，都是你就看得到誒。喲呼！都算做唔得亂講話哦，我要留本記一張好印象。好啦，我要寫什麼？很快，要在這裡養東西啊。天公伊就迄100禮拜嘅期限，阿婆掠下地不卡，天初真痛吼，做唔得。
我做唔定因素，根本日我听错前途条路。阿贝，我来帮你。再来了，多谢你啊！不会，来小心。吹！你当时啊做事吼，做到欢欢喜喜呢，哪有嘛甲上高楼的情形？爱贪得黑白乱讲嘛该？条假呀！我连续几下日啦，看到佢亮晒，从早晨做到晏，唔应该一刀抢架一3人来听数噶。迄无啊，咱的是违反劳基法第37条，员工超时工作，造成高楼，佢也就去申诉啊，唔是我本人发咯。到底係嘛3人哈？按你嚟我点的吼，乱发宣传单，你哪讲到有诶无诶？我辛辛苦苦地做生意，我迄风火都唔嘛个呀！哪走，我点的无反应啦！你不亮啥？有限来谈下算命哈！我看哪真的啊，做无事啊，我早都真来哟。吃饭吃面。大姐，我想跟你借个地方洗个手。好了，里面。谢谢啊。喂。哦，我是。阿贝。好啊，那我洗完手就过去了。好，拜拜。阿贝，真没想到你会打给我，我真的很开心，你终于找到新的工作了。这老板啊，是我以前认识的朋友，没得啦。刚定个代志，我嘛已经死心啊，将来是煞害你无头路。你安离开嘛是好啦，这样子代志，政府机关无法度做，搁那做嘛是无路用啊。阿贝，你话也不能这么说。我觉得老警员是一份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有很多的老警员，他们真的非常用心的。以后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再做类似的工作。等起来啊，我要离开无用，要叫他吃一碗豆腐再走。不用了，这一碗我请你。真的不用了，而且我没有带我的免洗餐具。通常这种地方的大肠杆菌一定会超标的。你这人讲话真正无一句会听的。自我头一摆看到你，感觉讲你这人真爱到底，一直到这阵拢无改变。实在你啦，不得了，我只是要来讲，我已经找到头路啊，我要离开无用啦。你们要吃什么？按就同用法按发起。我有看唔错冇，迄个。我用按水。
天都叫做落检验。真经拄到了只西妹，出门好事情。是安那来做路通检查？检查唔给好啊，心里还没冇结果。哎，我今天到底走什么运啊？吵到那么恶心的排泄物。其他经验唔啦，真经行系冇办法。唉，迄讲起毛去搞中医嘅事，咩唔怕？便利商店和黑小吃店罢工，也没做得。天下之大，一定有容身之处。你好，欢迎来听讲座，谢谢。你好，免费的劳动教育讲座，谢谢。小姐你好，免费的劳动教育讲座，欢迎来听，谢谢。先生你好，我们是劳迪盟啊，我们呢就是要演出行动剧，那还有讲座来帮助民众更了解劳动意识，欢迎来参加哦。就在啊，谢谢。走了。不好意思，我没注意看路。哎，谢谢谢谢，没关系啦。小姐，你要不要来听讲座？很好玩哦。什么讲座啊？说是讲座，其实是行动剧，就在这附近而已。如果你不赶时间的话，要不要一起来听听看？哦。我们从以前到现在，一直被灌输，身为一个劳工，只要你们愿意努力工作，一定可以得到老板最好的回馈与善待。好好工作，跟我工作，听到没有？哦，一直到我们知道我们的加班费被扣了，还有超时工作。最重要的是当你生病的时候被老板炒鱿鱼了，我们才意识到说，老板根本都没有替我们在设想。你给我超懒了，超懒了你，工作。如果公司要你加班，老板一定会脸臭臭的跟你讲，怎么样？你以为我喜欢你来加班是不是？我看你是可以被栽培，才给你机会的。你以为公司喜欢你们加班啊？我要不是看你工作能力强，值得栽培，我也不会把那么多工作通通交给你呀，是不是？好好的增加绩效率，有这么难吗？有鉴于大家上班时间懒散，明天开始早上9点准时打卡，饭助课给我通通动起来。公司给你资源让你学习，还培养你的企划能力，还付你薪水。今天你竟然恩将仇报，污蔑公司，还破坏公司的名誉。但是我们王依晨小姐一天不递辞呈，我们范助科就是不缺人。以前我们的身体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努力工作，一定可以实现你的梦想。这样的观念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转变，要将为资方赚钱的身体，改变成提升自己劳动权益的身体。呀，
老天王加持，劳动权益提升。老天王加持，劳动权益提升。好。做马甲很通强，哎，青天黑黑，那就松头诶，还看不懂哪个一面。放迄有嘅无嘅，扣你40分数哦。恭喜叔叔诶，转去还有动多事情诶，哈。哦，哎，两个啊，还约到哈，东西要数到来哦。哦。好啦。小姐，你还没走啊？我刚才看到你在看行动剧的时候，好像非常的激动，是不是受到什么委屈啊？唔了解下做得真好呢。唔可以讲客嘅啊！你客家人啊，就刚刚行动家的时间，俺想到俺今天主管啦，佢就安尼被俺离开诶。想到佢今天等人咯，唔顶用诶，俺一下吃到有得去通。俺离开的时间就冇够哦，不过8点都吃到。有说人新冠度有酸酸苦苦的面试，臭。错。俺今后费去个劳动医师了解到太慢呢。之前俺出冇谈过，乜叫做劳动检查员，乜叫做劳基法，我还看唔掂，我用的国父之家。不说，还买俺前条路的时间，俺听就会注意啦。也都会前条路啊，希望做得来路体面可能，挨头话有则工作嘅机会，无天促思考。楼梯们，劳动权益提升廉，简单讲啊，就系劳体面。唔用啊，对家下就健康啊。冇啦，俺像迄次都奇怪，你会对楼梯们有兴趣？俺迄根本就长得也熟悉个呢。周伯成，那唔系年纪，系乃太好同好，你要种男实习，用那啥单比较顺啊。你好，请问这里是劳动权益提升联盟吗？是啊，你找谁啊？我是来应征的。应征？暗度后入手。等我一下哦，盛阳。高店员，是你？你怎么会在这？你怎么会在这？我叫李威胜，大家都叫我胜爷。这位是我们的会计兼总务洪淑美小姐，这位是社工系4年级的实习生周伯成。两位可以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吗？大家好，我叫何英泰，今年28岁，社会系毕业。之前在劳检处担任劳检员的工作。
我叫王一晨，今年25岁。我没有读过大学，可是我从高职开始就做过很多工作，像是加油站、洗车场、面包店，还有大卖场，什么工作我都愿意做。哦，对了，之前我还帮我叔叔开过发财车，去果菜市场批过货。喂，你有没有福报工作经验啊？你真的做过那么多工作吗？我有必要说谎吗？我是真的做过这些工作。听起来，两位的工作资历在某方面都符合我们的需求。我们劳提盟简单的说，就是替劳工争取权益的民间团体。我们是从劳检员的工作出发，走到各行各业，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是一份需要耐力、毅力的工作。我相信我能胜任这份工作，盛爷，我愿意做。喂，你连劳动意识是什么都不知道，你知道怎么提升劳动权益吗？那你熟读劳基法又怎么样？你根本就不懂得帮助别人。你又知道了，要不是因为那个工厂阿伯，我根本就不会。不会怎么样？你们两个这样你一句我一句的，是之前就认识吗？不认识。你们这么有默契，明明就出事啊，怎么该詹姆斯？从点迄用啥就以后，生涯用个啥，现在用嘛啥？坦白说，我们的经费有限，只够雇佣一个人的薪水。不然这样好了，你们两个都先来上班1个月，在这1个月的试用期，看看你们能不能适应这里的工作。熬过磨合期的人就留下来。不知两位觉得怎么样？哎，你不是老警员当得好好的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啊？我跟你很熟吗？我会出现在哪里，干你什么事情啊？重点是，我一定要得到这份工作。你不觉得我比你还适合这份工作吗？是吗？你凭什么这么说？既然你直问，那我就不客气的说喽。那时候你来我们公司劳检的时候，根本就只是做做样子吧。你说要来复查也没有来复查，任由公司继续压榨我们。对你来说，我们受的苦根本就不算什么。我什么我啊？算了，反正我说什么你也不会相信。反正你不适合这份工作啦，你赶快去找别的工作吧。我告诉你，如果劳提盟只会录取一个人，那个人肯定会是我。他哪来的自信啊？谁给票？唔看啊啦！唉，我也在好抢你的孙的哦，深度投入的吧？你看，不看，遗憾哦，将家潘公司的相片翕来本来看吧。笨蛋哦，我的笔记竟然是偷不用的啦，结果佢深度投入的，什么去看钱的吧？你看也要用个伞哦，啊？阿婆。不要再玩直播了啦！哎，你看呀，个相片呐，个潘公司按垃圾按欧洲哦，我就唔相信做会落去。你敢个人来数养100冇？俺来数养，你做唔到100礼拜，你就要乖乖听阿婆去看钱。喏，哎。我让公饭有糖豆吗？啊，100礼拜哦，100礼拜哦，所以说人来看他去看钱哦。
阿婆说的没有错，劳体某人办公室就像垃圾站一样又脏又乱的。我真的得去那种地方工作吗？你刚哈讲那个大联盟 NBA 哦，我听中意迄贝克汉呢。劳动权益提升联盟。要那个乖主子躺入冇躺过。根本以前我可是冇乜清楚，不过我查一下，网络上一大堆记者这边嘅报道诶，你看，当轰动到劳体们嘅讨论，老新闻，松柏华航空前罢工，记者没有一天总天数呢。冯医生，你还没本事条路吃到心理变态，噶你要那个我爸爸的乖主子邪教哦！唔好乱讲啦，老铁们真嘅唔会查。不过人家还唔咩讲，试用期度有一只西来老人长嘿。你放心啊，我唔会输记诶。唔错唔提，科长你真係一只乖人。老鹰条路还提出奇怪的要求，工作得帮伊去几张办公室的相片么？哼，真嘅唔知佢哋嘅想乜嘅。出幾多點誒？你哋嘅發乜嘅種啊？也係天師風行搞誒，嘟嘟風塵狀。你記得發一下，我叫唔記得啦。愛慕。我是嘟嘟，你這個發。我拄好經過百貨公司，我接唔下班麼？歹勢啦，我聽無下故說冇人唔講。咩當去百貨公司等下好？冇啦，真嘅順路聽聽啊。出嚟，人生一條路做得用誒，呢間公司真嘅冇問題哦。應該冇問題啦。我做查過誒，坦白在老人講成條路嘅內容哦。錯啦，我揾條路一件事，你做唔得老我爸媽講哦，我唔想幫佢掉水。好啦，做條水夢啊，我終於行去教班咧。按呀！上個喺咪可以聽少資料，你係問前提啦。哦，佢隻長源哥出人講青椒公唔記得成敗啊？係啊，之前有條打聲合約，結咗攞嚟聽講，一拜佢喺咪可以聽書，咁樣排泄公冇嘅啦。椒公唔嘅成敗咩懂好呢？嚇，唔咩冇做到睇呀？冇查過路哦。做啲事就啱用啊！好啊，唔是嗰條路做得用嘅，真可以講。有冇啲朋友攞唔中意其他機會？安子說：我媽問我啊，一禮拜有閒冇啊？我嚟不假食飯冇？應該做得啦，係真答應好冇？好啊，拜拜。爸，你是來呀？我會幫下事。轉頭你想講法嘅事情，唔會馬條路啊，用手唔得本係條地啊。我咩唔諗唔到講啦，我從喺上電卡半天掉，真唔到報告嘛。爸，唔好看啦好冇？我冇騙啊，我是講你不會騙的。佢有都冇咁明哦。我講薪水咩冇過，躺起來哦，你唔咩買睇公司啊？爸，雖然哦，我經常前期把上講啲事，唔過我希望我啲老鐵們做事會做到同歡喜。而一拜就讓我思考啦，好冇？條拜哦，我做生意失敗以後哦，就冇錢本讀書啦。
佮高中免一工半工半读毕业的，毕业未后哦，因为2、3分的条路，唉，困难辛苦哦，我心肝都要动艰苦，向来对不起你啦。爸，我按你讲啦，俺妈那打工，你同欢喜啊，一时就唔会哭。我咧还是希望哦，找到寻只好的对象啦。向那条路哦，凊彩样样会做，唔欢喜就好。什么爸？不过也没改变哦，伊还要烦恼，还要啰嗦。那无来讲，佢一定冇欢喜。姑嫂，唔是莫老佮讲一件事好嘛？等我较本听到的，我当前去俾老佮讲。好啦。唔免老阿婆大一早无答对嘅赌，我真经唔想伫了种垃圾嘅地方上班。为了我一家，我听说喺变所强力张做的。你这么早来干嘛？我才要问你嘞，早上8点半来上班，你现在来干嘛？无想到叫做老检验，要迄无简单嘅角色，竟然老系强用，想要提早来变数，本大家留一只好印象。你老到我迄提早来变数，本大家有好印象系么？当然唔系，我迄味道我自家，我有洁癖。既然都提早来了，我们就分区域吧。目前看来，这里有办公区、茶水间、厕所，还有外面的露台。那厕所跟露台交给你吧。为什么是我负责厕所还有露台啊？还有，你凭什么对我发号施令啊？我想找办公区，不行吗？可以。你有必要讲话这样大小声吗？我哪有大好声啊？是被我看到你啊，我就一肚子气。我跟你说，之前去你公司了解，我真的已经尽力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好不好？露台还有厕所，给你扫。那，现在到底谁在发号施令？你是不是我每次碰到你都没有好事情？你够难弄！炸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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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开！打不开！打不开！阿婆！阿婆，我要死了！阿婆！阿婆！阿婆，我要死了！你快出去！快出去啊！阿婆，我没结婚，我没生小孩，我爱你，我想你，阿婆！阿婆，我想你，阿婆！你有必要那么大声吗？他只是个油的。你的沙漠很太空。
不好意思哦，又要麻烦你们了。其实最近好很多了啦，这半年才被砸第3次。对啊，就是松落还慢暗点啊，连烟雾弹都揭露了耶。唔对，还没有得死都慢。这里啊，每天都在得罪人。哎，不爽然后听蒙的，有可能是被控诉的资方啊，也有可能是被弄到抓狂的劳方啊。在这里工作啊，吃力不讨好，习惯就好啊。暴力攻击那种事情，那有可能会关。佢哋困起来，无腰无劲嘅用诶，那位正经可以无正常啊。今天啊，算你们运气好，这么大一颗石头丢进来都没事。哎，上次不知道谁向办公室里面射 BB 弹，有1颗啊，啪嗒哦，打到我后脑勺，还有1颗啊，咻，打到我太阳穴，我的血啊就这样炸出来，你知不知道？有样又冇样啊？永远有一样啊，楼梯们啊，就是拱黑啊，跟工人运动画上等号。妹拱应给你，祝黑把你来。生涯老树迷记啊，低空低很长，都没有在怕的。不过，来看一条相片，出没吃到电影强呢。因为大众做翕到动油钢琴。电影啊，真给拍一冲阴天虫，你千万要哪空用，哭着要回家。周伯成，你这个瞎太瞎说，鬼你唔会乱讲法，就会告诉你的。假他天发枪用来藏玻璃啊！哦。啊，白色哦，反正都哈倒嘞。我曾有乱讲法冇？上礼拜有人来应条路，其实老人讲那个基本 BB 弹打到头呢，出动都血，然后给咱人吓走诶。不瞒严重个人哦，确实有，不过唔会真经咩都出人命啊。像近半年安尼个情形，见来见少咧，不用担心。啊，何英泰咯。暴力，暴力，除了暴力还是暴力。我根本就不适合在这边工作。你在这里干嘛？我是说，打扫完办公室就来打扫这里吗？哦。哎，你脸色看起来很差哎，该不会是被早上心里吓一跳了吧？怎么可能？我早上只是有点措手不及，我好疼，你不要误会了。淑梅姐说，待会打扫完毕之后，她要告诉我们各个工会的资料，然后还有老体蒙金手案子。哦，我扫完就出去。我白扫了。哎，虽然说这样子说很少人，可是今天是我们两个第一天的试用期，我只是觉得你不会喜欢这地方哎，你要不要赶快找其他工作啊？你。哦，哎，真呀？你用啊？哈，那臭名一本上快谈咩？他是斗地主的东西吼，玻璃度啊。哎呦，哎，玻璃又本人大烂的啊。系啊，会欠死，等一下不会有人来涨。玻璃的事情吼，先莫插啦。
太行食品啊，公司的干部打电话帮来，讲佢啊，我董事长啊，根本要入总公司啊。按你请好啊，甲根本你二行通无？公司的干部老工人啊，已經到現場了呀，人家都準備一下吼，等做出。哈，我做啲冇戲喎，我基本你做心愛呢。做唔得，已經按到。哦，都唔掉咧，夾夾吼，去現場老家都飛下，吼。哎呦，佢兩位醒來咧。哦，哎呦，啊啾！你们谁会开货车啊？我。哦，好。你们先去载东西哈，下午啊跟淑美一起会合。我货车已经停好了哈。淑美啊，我老妹会讲好诶，老出资本地啊的哈。还有哈，受不了。两台车的垃圾又污浊，韩国粗胖胖。亚利桑那大学生物环境学给博士讲过，光是汽车座椅上的细菌，就会本人不平的。听电影讲的迄，含多入嘅细菌，比马桶多9屁呢。你在发什么呆啊？上车！上车！没想到第一天上班就要去抗议现场啊！抗议现场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不就是跟电视上看到的一样，失序、失控、混乱。对不起，你不是跟我说你有驾照？太久没看手牌了，要熟悉一下。太久没开手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坐稳了哈。你是在开玩笑吗？哎，你不要！哎，慢点，慢点！你差点撞到前面的车，你知道吗？我刚不是跟你说过前面闪黄灯你要注意吗？结果你非但不减速，还给我加速，任意变换车道还蛇行。那是因为你一直在我耳边啰嗦，害我不能专心。开车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一个人怎么开车，就代表他的个性跟人品。不满意我的开车技术的话，麻烦你来开啊。考不上驾照的人，请你闭嘴，闭嘴好吗？谁说我考不上啊？我只是响应环保，配合政府简单的政策才不去考的。你知不知道？根据内政部统计，搭乘大众交通工具一年可以省下多少排气量？以一台公车来说好了，在载满32个人的情况之下，至少可以省下7到8千 cc 的排气量。换作是汽车来说，一台车1400 cc。你又开那么快了！慢点，慢点啊！麻烦你开车专心点好不好？不要边开车边滑手机啊！山路这样开车很危险的。你到底有没有考过驾照啊？我是在查手机导航，麻烦你安静一点好不好？这地方也太偏僻了吧！是人家淑敏姐没说清楚到底要我们去哪里。你该不会是晕车了吧？哈哈哈！这世界终于安静了。
等一下，你刚不要吐啊！忍住。啊！我们还有多久才会到？网上显示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你吐完我就可以走。我们要来的地方是这里，你确定没搞错吗？map 上显示在这里没错啊，你看。何英泰，你这野梳子、笨狼子、不强子、狗毛子、切腿子，你也不敢想做一样的事情。让我去碰到上面有几千万细菌的牛粪，还不如叫我死了算了。細細嘅事情就抗得唔到綁中意，一刻硬有能力，有乜嘅做唔得啊？人一天就懂得防身嘛，一天甚至两个妈的强出头问下面事情哦。我真的没有办法做这种事情啊！找心跳我背，你跳啦，根本應愛去，來為做事，按做 everybody，愛可